中国海警船伫初二暗时用休渔机，而且违反使用拖网，涉嫌非法掠鱼做理由，硬抗起哩偏误的这个海船大进版88号，人含船也拢互押登去泉州。这船头家含渔业署拢出面来解释讲，这大进版88号使用拖网是符合台湾的法规的。想袂到中国伫咧昨暗又搁伫咧金门海峡驱离咱台湾的渔船，甚至搁甲咱恐吓。要若中国欺负咱的渔船，故在因的渔船来亲门大户，就受人一个质疑讲，因这行为就是商嫖啊！规项传到大陆的拖网啊，这叫金牌啊！顶个月日前，渔民是看到中国渔船当伫咱国的海峡咧掠鱼。当年5月开始到8月中，是中国的福贵休渔期。偏误渔民煞一摆看到中国渔船是越界咧掠鱼，结果用无准名准号的三部渔船咧闪对查。保持无对遐的借户，伊支付拢会业绩较侪啊。伊暗时啊无看到，暗时啊你 AIS 无开吧，你无法通辨别啊。含阮都无法通辨别，阮船好除非船有雷达才有法通辨别。海巡起哩三部渔船要求海放渔会，中国的三部渔船是继续伫咧咱国的海峡乌白来。海警船初二出以休渔期伫底拖网禁渔区，而且使用违规拖网涉嫌非法掠鱼做理由，甲大金版88号扣起来，互渔民质疑相当标准。船长含渔业署嘛讲，渔船的拖网符合台湾法规。它这条船的渔业执照登载的经营渔业种类是拖网。依据我们现行对拖网的管理规定来讲的话，拖网只要在我们的禁渔区以外作业都是合法的。中国的海警船动作一堆，海巡署证实初三是接到偏误渔船用结完号报案，讲互对方恐吓，嘛出动舰艇过去救援。陶云说：“你们不要命了吗？还敢过来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做了什么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？为什么我长期以来都在这边作业，现在变成不能作业？”另外一只伫公海作业的偏误籍圣元福8号渔船，嘛互公布驱离。到底两岸对共同作业的海峡敢有共识？民进党立委杨耀质疑讲，海巡署含农业部对渔船越界认知嘛无共调，牵制政府是无得顾渔民的安全。行政院嘛讲会加强来宣导。登检的地点是在陆方的海域，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这个渔民不要涉犯违规，同时也要呼吁陆方体恤渔民为了求生计涉嫌捕鱼的辛劳。根据海巡署的统计，2003年到今，咱国拢总有3案，17只渔船互中国定检扣押，11只伫罚款达了度互放转来，另外6只经过协商了后是海巡带转来。但这本88号互扣押了后，这样的船长等5个人，目前是互拘留伫泉州海警局。农业部讲已经透过陆委会积极去救人，嘛提醒渔民要注意海上作业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